各位1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11月19礼拜三开出来号码0311202831，这个3日连续开张期。内顶一支11月19，掠10粒号码，有9粒号码无出来。继续来看11月20，礼拜四，淡遮提供10粒无出牌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01、05、09、10、12、15、21、22、27、35、01、05、09、10、12、15、22、22、27、35以上这10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看卖啊。感谢收看。